大家好，我係 AM 啊。話咁快呢，已經到咗新疆伊利環線個人自駕遊2025嘅最後一集啦。上集呢，就講到我嚟到新疆第8日嘅行程那拉提之後，喺民宿認識到一班廣州人，夜晚一齊喺民宿度打邊爐、傾偈、飲酒、跳舞、唱歌。由於嗰晚呢真係玩到好夜啊，第二日呢都瞓到晏晝先起身啊，起身仲沖咗個涼提下神添。原本第9日嘅行程呢係打算去曼克特旅遊景區嘅，但除咗晏起身之餘呢，搞埋都好晏下。考慮到而家啲草呢都開始變黃，而我今趟新疆遊都已經去咗唔少嘅景區或者景點啦，所以我即時呢就決定咗取消今日原定嘅行程，直接開車返伊寧市。咁就即時揾咗間酒店 check in， 放好啲行李，之後呢，就喺伊寧市再好悠閒咁行食，咁過埋第9日。第10日早上8點呢，就喺伊寧市火車站度還車啦。咁尋晚呢，已經聯絡咗租車公司嗰邊嗰個收車聯絡人，佢就話呢，我還車時間太早啊，所以停喺火車站個停車場影張相俾佢就可以。咁我除咗影相啦，跟住都有圍住車身同車內以錄影形式咁拍低啦，避免之後有爭執，都有啲證明或者資料喺手。最後呢，喺同日收到短信確認收車無誤，咁就代表呢趟新疆租車自駕正式圓滿結束啦。如果想了解多啲自駕租車嘅收車還車環節呢，要留意啲乜？可以去睇下我為大家整理咗嘅一集新疆特輯篇 S2 裏邊嘅第2章節，有詳細嘅講解。咁我停好車喺停車場之後呢，就準備入火車站搭高鐵返烏魯木齊。之後喺烏魯木齊呢，再飲食同買啲手信，準備聽日回程返香港啦。第11日呢，就由酒店直接打車去機場，準備搭飛機返香港。不過唔好話，今日早上呢都係落雨嘅，不過都算好彩。整趟旅程呢，大多數都係好天氣，係臨尾嗰2-3日先間唔中落下雨。好啦，接落嚟呢，就同大家講下我出發前後嘅行程變動啦。根據我自己親身體驗完之後呢，對行程路線安排嘅一啲睇法或者建議，希望幫到嚟緊有打算去新疆自駕遊嘅朋友仔，作為一啲少少嘅參考。首先前半段呢，會簡單總結一下我今趟新疆遊嘅行程同每日行程嘅感受。後半段呢，會將我今趟體驗完之後，以個人睇法去優化咗嘅行程安排，希望能夠幫到大家作為一個參考。首先係我嚟到新疆嘅第1日，就係直接落喺烏魯木齊天山國際機場落機，之後預約咗喺機場停車場度拎車，直接出發去天山天池景區。如果想詳細咁睇睇我第1日嘅行程呢，可以留意翻我新疆篇嘅第1集。但有一個位要注意，就係唔想太過體力勞動嘅朋友仔呢，或者唔中意行山嘅，我都唔建議俾多220蚊去買馬牙山景區嘅索道票。但如果純粹天池景區嘅天池附近呢，又唔算好多景點位啊，所以就變相有機會呢，會多咗時間喺烏魯木齊市中心行下，咁可以考慮去大巴扎嗰頭行下，同埋食下嘢。咁我親身體驗完呢，係俾天山天池景區總分係3.5分嘅。第2日就係沿途經 S101 省道去感受新疆嘅唔同地貌，而目的地呢有2個，分別係肯斯雅特水庫同安澤海大峽谷。詳細嘅內容呢，可以睇翻我新疆篇嘅第2集。身為都市人嘅我親身咁去睇去感受呢2個地方呢，真係俾到我好大嘅感受。肯斯雅特水庫呢，俾我感受到係大自然真係好奇妙，而企喺安澤海大峽谷高位望落去呢，嗰一刻呢，真係有種突如其來嘅究竟自己有幾渺小嘅嗰種感覺。所以我私心下呢，都會建議大家親臨呢度去感受一下嘅。第3日呢，就係由虧屯市開車到賽里木湖，之後去埋果子溝，再去伊寧市。詳細嘅內容呢，可以睇翻我新疆篇嘅第3集。雖然今次呢，只係體驗咗佢南門路線啦，但我去當日呢，天氣真係好好，加埋佢個湖呢，真係又大又清澈，風景真係一絕啊！不過呢度要提大家啦，如果想玩晒成個賽里木湖呢，而且係輕輕鬆鬆咁玩，我建議早少少起身。咁由虧屯市開車到賽里木湖嘅車程呢，大約需要4個鐘。我建議7點至7點半左右出發去賽里木湖，因為到咗呢，可能仲要排隊買飛、排車龍入景區，都要花唔少時間嘅。咁我親身體驗完呢，俾賽里木湖景區嘅總分係3.5分。
第四日，我行程就安排咗喺伊靈市呢度行慣一日嘅，同去呢度好出名嘅六星街見識一下。但最主要嘅目的係搞張邊防證，因為要為第五日行程下塔景區做準備。要前往下塔景區呢，明文上呢係要求要有邊防證。不過整趟行程呢，我都未出示過，亦都冇人要求我出示嘅。不過我個人都建議跟規定去申辦。有關申辦流程呢，可以睇翻新疆篇嘅第4集，裏面有埋相關申請表格嘅連結俾大家下載。對於呢日嘅行程呢，我係有建議變動嘅，一陣會喺後半部同大家講下嘅。第五日我行程安排咗喺伊靈市出發去下塔旅遊景區，之後就去超蘇縣。咁詳細嘅內容呢，可以睇翻我新疆篇嘅第5集。下塔景區最有印象呢，就係佢景區內呢，自駕車有獨立嘅路段去行。雖然目的地都係一樣，但佢妥妥咁俾到我感受到自駕飛呢，除咗自駕之外，有佢嘅獨特性。而且佢景區內呢，居然有提供搭直升機嘅體驗服務，真係刷新咗我自己嘅認知。雖然都係收費項目啦，但佢有提供呢，變相有多一種選擇去俾遊客去自己決定點樣去體驗景區嘅風景。至於我親身體驗完下塔旅遊景區嘅總分係4分。第6日。我行程呢，安排咗由超蘇縣去喀拉峻大草原，之後去特克斯八卦城。想睇完整嘅內容呢，可以睇翻我新疆篇嘅第6集。但喀拉峻大草原呢，俾我嘅體驗可以話係今趟新疆之旅裏面比較差嘅。但當然佢呢度呢，有佢自己嘅特色嘅。佢呢度啲地形呢，係起伏跌宕，一個小山坡一個小山坡咁嘅草原，係有佢獨有嘅特色嘅。我當日選擇由鮮花台步行4.5公里去到獵鷹台呢，其實諗下都覺得自己都幾癲下。前段行呢都確係唔錯嘅，但到咗中後段呢就開始有啲攰啦，因為佢真係唔係平路嚟噶，係有上有落同有斜面，而佢沿路呢亦都冇乜休息點啊。如果想停呢，都係自己企喺度休息，但會俾個太陽長期曬住，同間唔中呢都會有啲好細隻嘅蚊蟲之類咁嘅嘢呢會飛落嚟度，所以要貼或者噴定啲防蟲嘢。不過整體嚟講呢，可以嚟見識下嘅。但如果唔係特別中意行山之類呢，我都唔太建議步行嘅，可以搭翻區間車去獵鷹台嗰邊再行。嗰度呢可以行嘅範圍其實都好大嘅，足夠你揾到一啲位置去影下相之類嘅。而我親身體驗完喀拉峻大草原嘅總分係2.6分。第7日，我行程安排咗由特克斯去恰西森林公園，之後去那拉提鎮。完整內容呢，可以睇翻我新疆篇嘅第7集。不過就喺恰西森林入口位置呢，發生咗交通意外，花費咗唔少時間去處理。因為我都係第一次自駕租車發生交通事故啊，雖然影響咗我今日嘅行程，但呢次處理經驗呢，對我嚟講呢，真係好好嘅收穫。處理完之後呢，我都有入去兜咗兜嘅。呢度啲路呢，有種越野 feel 啊，對於自駕嚟講呢，佢有獨特嘅體驗嘅。不過當日呢，都真係花費咗唔少心神去搞個交通事故啲流程啦，所以兜咗兜呢，就出發去那拉提鎮啦。由於當日呢，有其他因素影響咗啦，所以我就唔對恰西森林公園進行點評啦。但初步都覺得值得一去嘅。第8日行程安排咗直接由那拉提鎮去那拉提景區，之後去唐布拉。咁完整嘅內容可以睇翻我新疆篇第8集。我自己覺得呢，那拉提呢度係我今趟新疆遊裏邊覺得最靚嘅草原。佢起碼仲有比較大片嘅草原呢，都仲係青綠色。而嗰隻青綠色呢，係我自己個人幾中意嘅，望落去好養眼。甚至乎呢，有啲位置呢，仲有啲花去點綴一下。而我親身體驗完那拉提之後呢，會俾總分3.4分嘅。而剩低嗰第9、第10同第11日呢，就係本片前面所提及過嘅行程安排啦。咁就唔囉嗦咁去再重複一次啦。如果唔記得嘅朋友仔呢，可以拉翻去前面睇翻嘅。其實整趟行程嘅路線呢，同我原本出發前安排嘅係一樣嘅，只不過係第7日同第9日出現咗啲突發情況，導致體驗唔完全啦，或者取消咗原本行程嘅一啲目的地。不過整體嚟講呢，呢啲突發情況都係我今趟旅行珍貴嘅意外收穫，亦都係我覺得旅行嘅真正有意義嘅地方，係去親身咁體驗，係去成長，係去增加自己嘅眼界。雖然我原定咗今個行程係11日10夜，但當中安排經我親身體驗完之後呢，
我覺得係可以調節一下嘅，更加可以善用啲時間。咁優化之後呢，可以將個行程縮到去10日9夜嘅。咁我就講講個優化咗之後嘅行程建議啦。首先，第一日同第二日嘅行程安排都不變啦。第3日嘅主行程賽里木湖都不變。不過如果夜晚唔攰嘅話呢，可以喺第3日嘅夜晚去六星街度逛一逛。第4日早上呢，就去申請邊防證，直接將原本第5日嘅行程推前，取消咗伊靈市玩1日嘅安排。因為我行程安排最終自駕租車呢，都會選擇喺伊靈市火車站還車嘅，所以前一晚呢，都會返伊靈市呢度。即使第3日去完賽里木湖玩好攰或者好夜，冇去到六星街，還車嘅前嗰晚呢，都會安排喺伊靈市落腳，到時再去見識下都得。咁樣呢，就變相可以將後面全部行程推前1日，咁就可以將行程縮短為10日9夜。最後就講講我對金趟新疆之旅嘅一啲個人感受，作為金趟新疆之旅圓滿嘅收尾啦。我自己呢，都係第一次嚟新疆呢邊玩嘅。先講講呢，我覺得有啲唔習慣嘅地方，就係呢邊嘅日照時間呢就比較長啦。夏季一般嚟講呢，要到夜晚黑10點鐘呢個天先開始慢慢黑。對我嚟講呢，頭2、3日呢都真係好唔適應。明明已經打晒喊路，但見到個天呢仲係光亮亮咁。另一個覺得比較麻煩嘅就係佢呢邊呢所有景區嘅門票呢，港澳人士都需要去遊客中心嘅人工售票處去買，因為佢啲門票係需要用實名去買嘅。但佢網上版買飛呢，填資料嘅輸入證件資料位置呢，就冇得揀返回鄉證，就變相港澳人士嘅我哋呢，用唔到網上買飛，所以呢，每次都要泊好車再去遊客中心買飛。人少少嗰陣時呢都仲可以嘅，但人多嗰陣時呢真係好嘥時間。另外提提大家啦，如果夏季去新疆，記得做好防曬同帶定啲防蟲噴霧啊，或者防蟲貼貼嗰啲嘢。如果去到某啲景區呢，突然間心血來潮想步行一下，準備咗包你冇後悔。除此之外呢，都想講講，由於今趟選擇咗喺新疆自駕呢，因為呢邊真係幾大下嘅。而今趟我選擇咗喺伊犁環線玩啦，而去景區都係主要買自駕飛，咁即係代表每日都要長時間咁揸車。如果有同行人，而且佢都有內地駕駛證呢，咁交替咁樣揸呢都可以嘅。但好似我個人咁自駕呢，長時間下有時都會有啲困意嘅。最即時有效嘅，我建議可以買定幾罐紅牛放喺車度，以備不時之需。不過可行嘅情況下呢，我都唔建議靠晒佢嘅，因為飲得多呢都會透支你嘅體力。除咗呢個方法呢，我都仲有幾個建議俾大家提神嘅。大家可以睇睇我新疆特輯篇 S2 嘅第3章節，裏面有我對新疆自駕後嘅少少分享，希望都同樣幫到想去或打算去新疆嘅你哋。而就整體咁講講啦，我第一次嚟新疆體驗完之後嘅感受。咁新疆呢邊嘅自然地貌，對於我呢啲長期生活喺城市嘅人嚟講呢，真係大開眼界，係值得嚟感受一下嘅。特別係今趟去安集海大峽谷嗰度，我親身咁企喺高位望落去呢，嗰下真係有種突然覺得自己好渺小嘅感覺，都真係記憶猶新嘅。同埋呢，有一日早餐諗住點杯奶茶飲下啦，點知新疆呢邊啲奶茶呢，同我平時飲開嗰啲完全係兩回事。佢呢邊啲奶茶呢係鹹嘅，不過幾特別嘅，難得過到嚟，都建議大家買杯試下。但飲完覺得唔好飲呢，千祈唔好搵我啊！另外，我沿路揸車都間唔中會見到有啲路牌指示話某個方向係去乜乜乜滑雪場，我都心思思想搵次嚟新疆呢邊試下滑雪。因為我上年05年3月嗰陣時呢，俾個 friend 帶咗去日本體驗完第一次玩單板滑雪呢，真係好過癮。跟住就上網睇咗睇啦。佢發現新疆呢邊呢有3個比較出名嘅滑雪場，分別係阿勒泰將軍山、可可托海、和木吉克普林。希望喺不久之後呢可以嚟體驗一下啦，到時有機會呢都拍啲片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實新疆北疆呢邊呢好大啊，我今次都主要係喺伊犁環線呢邊玩啦，可可托海、和木嗰邊呢都未去嘅。不過旅行呢就係要輕輕鬆鬆。期待下一次再嚟到新疆呢邊呢，再體驗一下其他未去過嘅地方。好啦，今集呢就到呢度啦，而且今趟新疆伊犁環線個人自駕遊2025篇呢，亦都正式完結啦。期待喺不久嘅將來
旅遊篇呢能夠介紹更多唔同地方俾大家。喺度真係非常感謝支持我嘅大家，希望呢次新疆篇呢能夠幫到即將想去或打算去新疆嘅你哋。最後，如果覺得我今條片唔錯，記得俾個 like 同 share 埋俾你覺得有興趣嘅朋友仔去支持一下我。最後記得 subscribe 同撳埋個鐘仔，下次一有新片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